这敢是四岁啊？阿妈啊，阿嬷目睭花花看无。What did you see on mommy's bag? I say on mommy's back a frog. A what? A frog. 哦，他讲的牌影有啥？长甲巴，长甲巴有目睭甲有鼻仔，甲喙，甲手，还佫有骹，还佫有巴肚，还佫有迄个。喇叭对吧还佫有喇叭。 ？A speaker, a loudspeaker. 你在创啥？我咧听我姨啊。CD 快乐不好好。讲别人歌。我看一个朋友的呢。哦，你食遮大碗遐大喙哦！哦，遮搞着。啊，你明仔载要来找阿嬷无？阿嬷明仔载要去办零件。哎呦，惊死人咧！哦，遮搞食着哦。我叫车轮饼啊！你这囡仔竟然伤害车轮饼啊！我是伟大的车轮饼呢，你哪会使安尼？我是危险的车轮饼。你嘛是哦。我是你阿母。啊，阿母，给我钱。我袂讲，啥物唔讨咧讨钱？你要食嘿，车轮饼会食钱，啊，就好食。阿母，我可爱钱，啊，就好食的。若是车轮饼，就是爱食钱。啊，我是车轮饼。我是你阿母。